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是全国第一个将4月7号定做言论自由日的城市。今年的主题是自由噪音，为4月1号开始，规个4月份，除了安排演唱会、冒动态甲静态展览，希望市民会当重新思考，同时体验自由的可贵。迎接一年一度言论自由日，今年台南以自由噪音为主题，整个4月有演唱会、有展览、有 Podcast 节日等多元的方式来呈现。除了知名饶舌歌手大基用演讲来表明言论自由的价值，嘛正式回顾过去演讲被插禁的历史。伫处台南荣基金会中心职工叶菊兰嘛坚守台南荣的主张，就是无主权独立、无和平、就无言论自由。威权时代有太多的歌曲被插禁，那是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威权的政府是没有这个言论自由可言的。好，所以我当然现在在透过人民大家共同努力，让台湾可以在和平的慢慢的走向完全的民主化、自由化之后，大家要珍惜得来不易的这个言论自由啦。台湾要主权独立，好，言论要有自由，就是他的主张其实这样是非常单纯的人，好，他逻辑思考就是这样嘛。我主张台湾独立，我主张言论自由，100%言论自由。
面对台南作为全国第一个定4月7号为言论自由日的城市，高达15天来持续承担推广。市长委托会长嘛，希望有机会伫圆山饭店办台语 rap 演唱，让大家重新思考并体验自由的可贵。圆山饭店以前就是比较威权的象征，因为它是蒋家那个时候蒋夫人嘛，当然是它有它的历史缘由，但是现在在民主时代，圆山饭店也可以华丽转身，它可以接受种种的比较轻松的、比较像年轻文化的这种活动，我们都很肯定。这是未来的，这是计划中，但不见得，我们希望能够慢慢一步一步的落实。来，准备3、2、1。台湾新闻军籍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3月28号举办校园征才就业博览会，有将近100间的厂商到现场设打招募新会，其中有真侪间医疗院所开出真悬的薪水，要来抢人才。2025中华医大校园就业博览会伫咧28日登场。校园每当举办的征才活动，拢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医疗院所设大抢人才。便衣招募人员积极向学生介绍薪水以及奖金制度，希望用好心情留住人才。包括因为我们的薪资的福利的话，这个是一个平均值。然后因为在医学中心，如果我们的就是如果赚的绩效比较高的话，医院比较赚钱，它多给员工的福利就会相对比较高。很多医院都寄出非常好的。这个好心情哈，因为他的待遇的话都有到4万到5万多以上，而且呢，他们还会有奖励金，好，甚至还有更多的福利。好，那我走访一下，我觉得我们学生也很期待，在今天就可以直接媒合，好，直接呢毕业后就衔接就业。华医今年的就业博览会，总共有近100间的厂商，已经60多间的医疗院所参加，提供1500外的职缺，让华医学生一毕业随即就业。今年呢，大概有摊位是90多个摊位，那包括医疗院所就有60多间医疗院所来这里征才，那也提供了将近1500多个的一个就职机会。那首先非常的谢谢各单位、各医疗院所的支持提供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同学有很好的一个就业衔接。那我想现在来讲，医师人员的缺乏，尤其是在护理。那我也刚刚看到了很多医疗院所提供了也很好的福利，要来招募我们的护理的毕业的同学。那我也预祝今天大家可以找到你心爱的一个未来的新进员工，而我的优秀的毕业同学也都能够顺利找到工作。华医表示，虽然是便宜的征才活动，但除了医疗院所以外，也有真侪新奇公司、长照机构、工程科技、目镜公司、国军单位等拢来设打。就是希望会当争取到华医的优秀人才加入行列。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知名健康餐以及做未来产业者进驻台南的东山，特别结合东园国中甲青山国小的师生，推出888块的食农特餐，内容包括一套东山咖比火锅、在地小农爱药啊，也有学生自制龙凤酥，也有咖比的盘手礼。伫东山休息站举行成果发表会，展现食农教育的成果。使用新鲜的蔬菜来做健康餐的永安膳食，最近进驻各都休困区，也且积极甲在地结合，特别将特色农产绿菜，同时嘛来支持偏乡的食农教育。26号上午办理一场成果发表会，现场气氛是相当的热烈。学校们也都会进行这个孩子的那个圆梦课程很感谢白姐就是透过这样的平台，让学生那个制作的在地的东山咖啡可以在这边提供民众的一个认购然后也创造学生在一个学习历程上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风采。永安健康膳食的白姐愿意深耕我们东山在地，而且跟我们在地的国中小合作来提供这样的一个食农教育的一个课程。那不仅可以让孩子对于食农教育的相关的内容有更多的认识以外，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我们东山在地的特产。
这回永安膳食特别推出食农套餐，包含加入东山咖啡火锅、小农新鲜爱玉，还有东园各种龙凤酥、甲青山各小咖啡。业者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份的作文订单，非常感谢各界支持。因为东山的咖啡是很有名嘛，那我们用东山的咖啡来做这个东山的火锅，那用咖啡豆下去煮，然后我们在最后上来的时候就是一定比例的咖啡汁。那我们的甜点也是用我们东山小农做的爱玉，然后还有他们的龙眼干来做的。所以就是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用888。那吃我们的火锅套餐呢，我们有送国中校长这边的龙凤酥，还有送国小校长这边的那个咖啡包，这样子，那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为了协助学童善用各项农产品发展技艺，业者嘛捐赠2间学校各7万块的教育基金，5万囡仔有更仔创意想法。而这次的套餐活动将会持续到6月底，真欢迎民众多多来采购品尝。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南国家美术馆筹备处正式挂牌，第一栋的展览，甲台南市美术馆合作，展出上百位艺术家的作品，而且呼应艺术家黄土水艺术上的福尔摩沙时代，以国宝甘露水开场。回顾台湾近现代美术的100年发展。第2座国家美术馆落脚台南市，为了彰显设立使命，特别以福尔摩沙时代展览开场，聚焦1950年前出生、具代表性的艺术家，讲述台湾近现代美术发展。那目的是让大家从台湾的历史里面重新认识台湾，尤其是从台湾的艺术文化的表现里面。所以这个展横跨了从西班牙、荷兰到清领、日治，到战后一直到现在。用黄土水先生在1922年接受媒体的这个访问提出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在美术上创立福尔摩沙的时代。展览有8大主题，200多件作品，因为件数太多，将分成3期展出。当中有国宝等级的作品，分别是黄土水的甘露水，以及列为文资重要古物的陈澄波画作。其中还有从未曝光的同期作品《南海普陀山》。不能没有一个近现代美术馆，因为近现代美术馆在全世界所有的文化大小国里面，它都是一个民族标志性的主要重要馆舍。那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筹备，总要把它生出来，发挥对于台南这个在地的一个艺术的力量而且把这些的艺术作品。发挥当时艺术创作者他们对于社会关怀，还有人文，还有对于这个政治文化的一些深刻的体悟，我们也希望能够让观者能够重新的再认识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台南国美馆定位在专责台湾艺术史的国家美术馆，文化部希望前导展带领观众了解台湾美术历史脉络，还透过沉浸式影像科技将作品转化为环场影像。未来常设展会以1895年到1960年近现代台湾美术作品为主轴，台湾美术史上的大师级作品都有机会看到。记者宋怀谈的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伫开基玉峰宫的赞助之下，台南市北区立林国小的师生完成3本富有教育意义的绘本，其中有1本是用翻翻书的形式来设计，佮加入互动式的 AI 游戏，会当扫码跋杯问天意，互阅读变甲非常的趣味。
细腻的文字搭配图画，这本书呈现玉皇宫买命前的民间习俗，透过一枚金币串起故事情节，以幽默与创意勾勒出玉皇大帝的信仰历史脉络。丽人国小6年级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完成3本有关社区历史文化的绘本。最困难的地方是要画出神明厅华丽的神像，还有他的头饰、衣服，我们都不是随便乱画的，我们都有实地观察过才画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有遇过，就是大家一起来创作的，我们这次是大家一起创作，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学生发表的绘本相当多元，将玉皇宫内的神明、常见的贡品以翻翻书形式设计，还制作成电子书，配上语音之外，更提供互动与沉浸式体验，设计 AI 直角，让绘本生动又有趣。纸本读、数位读、去走读来欣赏这3本囡仔非常具有童趣的3本的绘本啦希望这好的册国家图书馆已经发文完工，要把这3本这好的册收入到咱的国家图书馆。这个会当把咱这个公庙文化把往上来提升啦，因为庙大家也无什么产品，只是信用，来提供咱这全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对信用的一个敬仰甲来修身养性也好，来参与这社会公益也好，我们最大目的是伫个家。开基玉皇宫和教育局也大力支持，挹注学校25万元经费编写出版。除了让充满创意与温度的绘本可以诞生，也让学生的毕业之旅更有文化教育意义。记者杨顺怀谈的报道。大家应该都有吃过碗粿，但是你敢有吃过碗粿自助餐呢？高雄光华夜市内面的碗粿老店，都是真特别的自助式碗粿。食碗粿唔是一块一块叫，你是伫个桌仔顶家己刻。香过去的碗粿，加上点加特制酱料甲番仔姜，再搭配一碗米寿汤，真受民众的欢迎。早上7点就开卖的这间高雄碗粿老店，人潮络绎不绝。不过让人惊讶的是，客人来到店里吃碗粿，不是一颗一颗叫，而是入座之后打开桌上的大钢盆盖自己拿，想吃几颗就拿几颗，就像是碗粿buffet一样。看到盆里的碗粿不够了，店员也会马上补。这样的吃法在外地客的眼中相当奇特，不过在当地人的心中早就习以为常。自己拿，然后跟老板讲说你吃了几个。这样就可以了。来，就家先家食的剩钱啊，食的剩碗啊，他们一般较无共款。师傅带我来，我才知道这间的。都是刚才阿尚跟我讲自助的，爱改可以。不只是吃法特别，老店碗粿口感扎实，油葱、虾米、香菇、肉块配料满满，淋上店家特制的酱汁和辣椒，最后再配上一碗有小鱼干豆腐的味增汤，真的是超级满足。这样经典的味道，陪伴不少高雄在地人一起长大。你卖10块，食啊这变食40块的啊，第3代啊吧，有古早味啊，口都有够嘿。所以传统的味拢保持住的，豆油啊、蒜头啊，还是辣椒瓣你食或者家己淋，所以方便啦。足好食，我嘢内底吼气味足好啦，料有啦，足香，一支啊。袂歹，赞。老板不吝啬他的酱料给客人去盛啊，他的汤鲜味很足够啊，对啊，然后料也很实在啊，不马虎。早期台湾没有保温箱，店家只能用蒸笼保鲜，客人一多难免无法应付。碗粿老店开发出自助buffet新吃法，让客人自己来动手，不只成功节省店里的人力，更见证出上一代店家与顾客之间用美味串联起来的信任和情感。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为了学生的健康，台北市宣布4月份开始初步规划小学甲幼儿园的学童每礼拜啉一届国产的青年。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率领教育局等市府团队，南下到云林甲彰化参观年牛饲养的环境以及饲年生产的过程，希望更较侪县市做伙推动这项政策。
穿上防尘衣，在云林县副县长与立法委员张家俊等人陪同下，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率领教育局等人到云林口湖乡中美牧场参观，希望了解乳牛饲养环境与鲜乳制作过程。蒋万安表示，台北市深深有鲜乳政策4月将正式上路，全市每位国小与幼儿园学童每周喝1次鲜乳。如果经费许可，将考虑扩大到国高中学生，并增加饮用次数。多喝鲜奶当然是好事。台北市我们希望让孩子喝到鲜奶，因此4月份就会正式推动深深喝鲜奶这个政策。中央不做，我们来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县市一起推动这个政策，让全台湾的孩子都可以喝到台湾本土优质的鲜奶。那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初步让所有的小学以及幼儿园的孩子每周喝1次，未来如果经费许可，我们也会考虑是否扩大到国中甚至高中。我们未来也会考虑是否增加到每周喝2次。世界所有的政府在面对不得不开放国外农产品进口的同时，也都一定会优先考虑如何保护我们本国的农民，不管透过补贴或者是协助设备的升级、产能的提高等等。在中央颁有鲜乳政策喊卡后，蒋万安决定台北市自筹财源，推动深深有鲜乳政策，希望协助台北市学童健康成长。蒋万安也表示，这样的做法将可以创造3赢，对学童、本土酪农与政府机关都有利。今年起，纽西兰牛奶就全面零关税的进口。台北市深深喝鲜奶这个政策，我认为就是政府应该要有的做法，也会创造3赢。第一，对于学生，让孩子能够长得更高、更壮、更健康。第二，对于酪农业，也就是让孩子从小培养对于台湾鲜奶的口味，同时建立对于台湾品牌的信任，也让他们长大之后持续来对于台湾鲜奶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那第三，对于政府，我们在这过程也能够确保所有的孩子、所有的民众能够喝到安全安心的鲜奶。大口喝下新鲜的鲜乳，蒋万安竖起大拇指直夸，不愧是亚热带最佳。蒋万安强调，对的事就要坚持。他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县市加入，一起推动这项政策，让全台湾的孩子都能喝到本土优质鲜奶。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伫城市当中骑共享单车真方便，不过一寡交通法规，民众好亲像拢无啥清楚。比如讲，骑车想要过车路的时阵，到底是爱看倒一种号志呢？交通大队出面来解释，因为脚踏车是属于慢车，如果无专用的号志，就爱看车道顶面的青红灯。若是甲行人做伙起步，就可能会违法，收到罚单。卡一刷 ，U-Bike 一骑就走，好方便。但是骑在路上想要过马路时，该看哪个号志才是对的呢？我们 U-Bike 的红绿灯是看哪一个灯？你知道吗 ？U-Bike 它是有脚踏车的灯啊。他讲没有脚踏车灯的时候，你是看哪一个？我还是看行人有时候看红绿灯啊，有时候有小绿人爱看小绿人的。我会看那个人行道那个，跟机车、汽车一样的灯号。每位民众的认知都不太一样，在路上常会看到脚踏车与行人同时间起步过马路，但是在没有脚踏车灯号的路口，单车是属于慢车，需要看车道上的红绿灯，而不是行人穿越道上的小绿人。只是道路上看到的号志有好多种，许多民众还是看得不傻傻。因为很多红绿灯是一起的，脚踏车跟行人的红绿灯是一起亮的，然后再机车，对，所以每个路口其实都不一样呢。有时候有2种灯，也有小绿人，也有脚踏车，爱就有2种。有一款是甲人咧行，你人咧行，你脚踏车对行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安尼无哪会啦。警察看到伊嘛袂甲你发啦，伊发生这脚踏车吼。自行车骑士于人行道行驶至路口时，若路口设有自行车及行人共用的号志，自得遵循该号志的指示来做行驶。如该处仅有行人专用号志，自行车骑士若要其通过的时候，应下车来做牵行的一个动作，否则仍应遵守慢车管制规定，依一般道路号志来指示通行。其实最好的技法就是骑在哪里就看哪里的灯，只是可能南部的人行道比较宽广，
常会看到民众直接在人行步道上骑行，但是在没有规划脚踏车道的区域，单车是不可以直接骑在上方，遇到行人穿越线也不可以直接压上去。还会特地骑耶，因为有的时候它的指示灯是一起的啊，行人跟那个 U-Bike 是一起的。之前不是那个台北市长，他之前有拍宣导，然后骑斑马线上，就有人说骑斑马线是违法的，然后就后来就没有什么骑斑马线。无多啦，你警车也无遐济啦，你种吼，你像这也无了，也无拢两粒灯的尔，一粒时间咧，甲一粒人咧行的啊。啊，你开车你无灯予伊啊，你惊哪讲？嘛照红灯青灯安尼走，安尼尔啦。啊，就是啊，咱南部吼开车无你罚啦。那我们自行车的部分是属于《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规定之慢车应遵守慢车相关管制的一个规定。那原则上不得行驶于人行道，应于慢车道或紧靠道路右侧来行驶。为人行道若设有遵22之1行人及自行车专用的号的标志实得行驶通行并以行人通行为优先。根据去年统计，113年脚踏车不依标线号志违规的案件有623件，但是单车违规取缔困难，实际违规数字可能还会更高。在去年7月，共享单车使用人数已经达到5000万人次。为了让民众可以更加清楚法规，或许还需要持续的优化道路与宣导法条。记者陈文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马翔啊，我进户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已经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北当个给化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
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大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